总统大选特别到啊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透过影片回忆全台湾头一件公车抢案，也讲到迄当时呢有和赵少康合作，而且伊也特别强调爱优化少年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。不过，车衫侯友宜伫面册顶头有讲到大巨蛋，袂输是咧考试挂文章。那挂文章的定义是讲，这是因是伫咧斗收买，呼吁在野唔通互相伫遐相骂，应该爱做伙来监督执政党。那讲到这民进党的萧美琴最近要国籍登记，萧美琴亲身提出3点来说明，强调将来不放弃中华民国国籍。透过画面想起1998年全台湾第一件公车劫持事件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强调，甲副手赵少康的配合，25年了后，各共同投入选战。侯友宜阁强调会优化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。不过，车衫亚洲棒球锦标赛，咱的代表队伫大巨蛋拍赢南韩队。侯友宜面册暗中口说，民进党国问题，阁引起拿被高手。提出问题的人是很简单呐，解决问题的人才是不简单呐。全民总算有一个忌惮，大家好好爱我们的棒球，好我们的运动，这就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市长。在国民党任内没有按图施工的远雄，重新回到按图施工，那个蛋是谁留下的烂摊子？重点是在野党应该去监督执政党啊，怎么是互相监督在野党呢？国内是看海到平湖吹票要争取支持，民进党热清着是到台北放假，青山宫拜拜。副手萧美琴是去台中陪党籍立委参选人扫街，甲热清着混进拍击。不过最近立委副手拢引起国籍争议，互人质疑参选的资格。萧美琴测试亲身出来说明：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哦，所以也没有回复的问题。我这个美国籍在2002年就放弃了哦，那手上相关的证明资料文件都有。我选立法委员也选那么多次哦，已经经过考验。萧美琴表示，台湾的国籍法甲户籍法有无共款的成分甲规定，有国籍无户籍伫台湾一境或者是工作待遇无同。佮表示将来无放弃中华民国国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